今日整韭菜豬肉煎餃子，半碗嘅免治豬肉啦，攪碎嘅，跟住韭菜啦，同埋水餃皮，先醃咗個豬肉先。醃豬肉咧，用生抽啦，一湯羹啦，老抽少許啦，少許。雞粉1茶匙啦，糖1茶匙啦，蠔油半湯羹啦，跟住到油半湯羹啦，半湯羹嘅油，麻油半湯羹啦。跟住生粉半茶匙啦，撈勻佢，跟住就將啲韭菜切碎佢啦。跟住將啲醃咗嘅肉碎放埋落去，攪勻佢。而家包雲吞啦，四邊搽啲水，跟住對接，跟住側邊呢度整個三角形。依家包住10隻去煎咗先。而家煎餃啦，開大火，落啲油，將餃子放落去。煎佢大約1分鐘到啦，跟住就落水啦，落半碗嘅清水，較中火，冚蓋，煮到佢收晒啲水。中火煮咗佢5分鐘，差唔多啦，見個底都燶燶地啦，可以熄火。
煎餃子就完成啦，韭菜豬肉煎餃子。